刚轻轻打杀人光，一定要就要那个金香里海到紫薇厅，那么是我牛了。老乡要一注你对不语啊，驸马公，老相公，这门最疯了，内意下语。那么以老相公之见，许何女？no，女罪奉公，是扫兴。你老夫开来这样吧，倒不是胡一公乘风到的紫薇厅，场上一曲，你我听过好扫兴啊！哎呀，老相公，使不得，非非使不得，真是使不得你。像这种美唱的称呼，唱的都是风俗的东西，怎等大雅之代？来唱春风，唱的都是古往今来，悲欢离合。非得老夫为听，就是臣服马听了，以为泼水称贼的呀？我们那撒旦讲，非来杀一个心。那么以老相公许是了。道德为必，胡一个未尝成功，道德自听来施于臣服马。那弄的是奴性了。是于老相公，是于臣服马，是于老相公。第五人奔到哪时呢？喂，卖唱的，老乡爷叫你到里边唱曲了。是，来了。将士来到紫薇厅，一出必把诉苦心心下里白子里我对人的嘛打金子里的，现在对的你一口嘛，一桌是香呀，唯一一桌呀，自家小姑娘啊，哎呀，你可以呢，身上衣裳出在内心，吃得了肥腿胖儿们神红翅膀，哎。想想自家应该是上流妇人呀，现在弄得个中强的嘛，心里哎呀难过。所以人道之头嘛，得想要门前，相依然美成人俱相依。臣服罢了，机构了臣服嘛。是，哎呀，想见我的神师妹呀！记得也记得，不过正在诸法主宰，有些规则呀，公来的神师妹不必，妾身心相离，举不。啥的，这可见是心相离，好得种强的。马哥，既了这美藏的臣服，因何要虚此的精华？这宫门老夫明白了明白什么？莫非你真服马与这美藏的臣服？真是的呀！为何你当中的事体里不清爽？可不再恨的。呀，老相公，向本宫
身在深宫内狱，怎为神事？这种卖场的村夫是啊，老夫一再之想啊，驸马公身居内狱，怎为相识这美场的女子啊？是啊，计划。丞相里哪位的仓出不个乐相啊？哪位的城里理想嘞？那当中阿位遇上个蹊跷了嘿呀！但是你了给打弄一张那个嘛，看，对出去，来，将这卖场的城铺改了摸出去。这弄出他的吧？打地拉了我里吧？这个嘛，你应该要将卖场女子给将撤去呀！哎呀，老相公，像这种卖场的城铺，你看衣塞内里，礼貌不知，导致出轨弄去，生活体脱，还是改了出去。驸马公，他衣塞内里，因出于府内，今这里叫他自来长出。欲不是娶她为妻呀！哎呀，老相公，想凭什么是世代之际，宾客盈门，被那帮人开进门，收养出去，除非要被人取笑不过。真驸马，又是你的不对了啊！想他衣塞内里，出轨弄去，已是出于府内。作为他没嫁到一个好丈夫啊！说中他嫁了一个像李某一样荣华富贵，这富贵妻用，一定是谋对之宝，玲珑披身，一用不说。每场都是出轨弄去了啊！那样我是啊每场神父是你唱的是什么曲调啊？哟，并相依，每场人唱的是京剧曲调呀，京剧曲调是真的吗？讲解了，你是京剧神师，相应内的，你要好好听上一曲啊！是女要唱的，可是要背这两三个。卖场称呼，今是在相府唱曲。一定要须对 CV 少唱为妙。让他心虚，须对 CV 这个出自为啥听对？卖场承诺是今这里你当场的要唱，不当场的也要唱，你要总对指挥，仔仔细细与我美美的唱上来。乡里心里是气的，先生师妹啊，那说你当我是马唱的，今在王叔想要等我做主，我谁也唱出来。真相一吩咐。卖场承夫，你唱戏什么呢？相依，向卖场人唱的是，四句的是卖场来，相依呀。西湖
好故事，好故事。陈驸马，你可曾听得啊？不曾听得。不曾听得。老夫讲与你听来，他唱的是叫鸳鸯针对，一字真双，自己心神笑，不及举神可。真是好故事，好故事啊！你当个龙班，破你费用，不能是讲讲一闭门不办法。错开的。老相官，请用之。最是好嘴，香的很。这公子好歌，妙得很呐。妙在何处啊？妙在自己心神笑，不及举神可。心神笑了嘛，举神那里不可知理呀。是啊。好公子，往下唱来。乡里又是两家女，走进真知是归呀。呀，驸马公啊，你日后光进举神事，这陈有德，你想是非？自家要难为夫人的，不能讲官。老相官，将本宫虽这也是进举神事，这神有德呢，不认识。当真不认识？当真不认识？我让不认识，说不认识，中散。他牙不认得了的，那为这样认的？其实驸马公不认得，那么老夫倒要骂他几句了。你莫非牡丹楼的了？陈元德啊，陈元德，你这个老奴才，怎样被你生出儿子不仁不义不孝的儿子，害得你家心母啊！谁此的欺可？显得要牡丹楼身上。哎呀，老相官，生死非是虚，这死也死的嘛，我要骂他这是哪？奇怪了啊！老夫倒弄不明白了。怎样？方才我问你真元德，你共想是非，你是不认得。既是不认得，你怎为今晓这真有德已经死的了啊？真是奇哉怪异！是这个吕洞出来的，快点不啊！哎呀，老相官，本宫想来，这上了年纪之人们，哪有不死之理啊？上了年纪，哪有不死之理？是啊，老夫看来这倒不见得啊。喏，外地弄这个老不死。那这也是一讲的。今这日里3年，我光可是没有不出了一个美队啊！不然耍飞不的一部头儿子在金地老乡绑对皇帝生路说母老生，可是有谁的？有这个人起身来嘛？哎呀，老相官是门生最后是也难之罪。快去错开篱笆，埋藏城府。长路下去，没看阵风的开呀！这阵风马听出滋味来了，快些唱下去。夫家是金黄下的悲戚两。
贤德的媳妇啊。你的丈夫他叫什么名字啊？我的夫君，生什么？生师妹。多是好大的胆量，怎能把驸马公的名字也唱出来了啊？哎呀，老相不能责怪于他呀。哦，这世上功名动心之人多得很，这叫命相似，实不相识。哦，命相识，实不相识。那么想你的丈夫叫师妹，可是水台一良之婿，麦中白佛之美呀。真是哦，命相识，实不相识。命相识，实不相识。将军，像本宫之师妹两字乃是欧式及苍之戏，两句之美之美，被此两师妹，我不相给。不要那个迷空，我有两样想法的了。哦，他做何生意呢？他是神医，创下多芬山。小局长知道来这个的真驸马，他为倡导赵康之气不下当，并济之交不可罚。这个狗弟们老夫年纪大了，一日到已方为了。但要请教驸马公了老相公，像这个地公实的是当初王府的有个宝鸡，又找孙红为驸马，均被孙红拒绝的了。这个孙红真是个时代之儿，一生荣华富贵，尚于他人的了。老相公，像孙红不能再招为驸马的了，不能招为驸马。是啊，这却唯有你。只因他家中已经遇了什么？有了什么？已经遇子高兴这个男好生意。哎呀，美得不得呀！是想累吗？三里的装得来三个吃这子烂鸡肉啊！哎
老相公，真不嘛？门生功运之辈，这叫对缘不许，不能奉陪。告辞了。小举总共说得好，好要这样这了。你要把口内阿爸的他，事不有所。告辞陈驸马不要听了，老冯倒是十分喜欢听的呀。虽然老冯要听上听听，我要将他带至宫中，唱于太尉听而来。啥子？要唱到宫里去，跟龙雕明说吧。那是没说法，只好高吃高爱，再送我来玩。既然老相公于此雅训，门生理当奉而呗。还是不听的，说来吧，椅子挪起来，人去听你唱吧。啊，来唱什么？是。李家长风到了军阵，又变怎样？下日呀，他是熬的独自家口中，众人肆意美名呀，那追他得了功名呀，夏日呀，他随笔心能上。
世人千古苦，该得东京来母。普京中有在人说，那几大状元啦，金币做了彩中啦。乡里好苦啊！驸马公臣困着了，困是否为困着的？到底人生要走的，听理上安看，大概还让内够在。那么王爷令相公今朝的目的，就是要让大玉山能够普京松油，所以不公对来缓缓水，是乡里呢过来吧，来上去救你。阿玉说娘里年子呢吧，我们忙着屏风背去休息一下，所以老乡要忙着后头进去啊。乡里听乡要在那讲，嘿，我的对的，那么让我们公去嘿一声嘛。啊，人神是哎呀，好个了，我一定要比了你和王郎上工人的，有进内进旁张开了一口门。咦，来了最特啥？个门刷开始，但你开门进谁啊？咚！进下地，你好，大队人美，大木楼兄。谁马身几人太不该我与你恩尽人都有一计，你列分举手为何来进乡里？你需要这个何事路乡？你我再
为夫妻啊！喏，是好比那马大鱼呀，那位是。滔滔江水倒流，内雨好比这样水下，内在起。好比太儿吹壮比微微内雨好比人本他说内是这内上内景象里面需要何事录下我求你为这归阳去你为师好好为这归阳而去，实属不忍。内当一命风雨对先生是妹啊，还是在这些辰光内为是个两上闲话啦，那么人好听啊，不是的。沈师妹你这个狠心的狮子啦！根本你非要怪我心狠手辣，推他是你老的。景象里上天玉龙你不罪，十地虎门自来之，将本宫们送你到归门关，出去着来，全马呀！乡里爱夸说话，比我一他们动态了已经打着子，人力不来了嘚儿真啊！一抓富贵，再来一招啊！出去着来，陈师妹是谁？老乡要你想谁看好？这里头我哪里10个好生子？我想娘都普军中原，想不到那非来夫人牙高还要像铁砂里，一下等不了出来。金香里再过一把，那个好生子，我是那个先生。不过那我还是要好意相求。驸马公
会。从今出我要中金盖，结扎为的山不美，乡里是你的糟糠。为因狗东来两下，他们调给到东京的。应该快把妻儿生下来，你是怎能会把那官所之己细劈开？马哥，今日里老夫走一个后事了，你是甚了相连吧？老相公，手不相识，其人相得人，分明是做风风茂盛孤情啊！一力改罪。哦，他茂盛孤情，一力改罪，真的是那么你定期招灾，一力怎样啊？这公门臣服嘛，老夫明不了。怎样？欲恐此事败露，废水归罪下来，驸马公，你要吃罪不起，就放心避了。喏。不敌不相跟，好容费水分水下来，走，一起都与老夫担当。西山这个一飞手，女送心上口去不行。真正皇帝飞去，你来得当。那么在对比拉下镜下里看看嘛，你都谁高头好做你个好？这个技术来想要成立嘛，名字。哎呦，龙安和人呢？皇帝个啦，你可以得到，我他太公知个老乡，你哪得到啊？也罢，啊，今这么非得不人，而且非我一去，老相官，你口口相对。莫非与这风风抽通了无言本宫？哎呀，呸！老乡要听到挨打松服老人，啪，立起人气砸水努力，抓也不抓了。怎样？神是不仁，不仁，当真不仁，当然不仁，狗神是一种滚，谁不进去？告辞你来啊！
将你的水礼与我代问去。好，小奴我才，沈师妹狼狈而去，心想你开封府高上，请听我大。